Hello， 虎，阿喜，我哋又翻到嚟新一集嘅智生活啦。我哋係繼續講翻上一集講完八達通，今集講信用卡。係啦，今集咧繼續講翻未講嘅信用卡啦。咁講信用卡嘅話咧，其實上一集就留低咗一個最大嘅問題，就係究竟我哋放張信用卡落去銀包，會唔會都好似八達通咁隨時俾人嘟到呢？因為有呢個 WiFi 嘅 logo， 呢一個 WiFi logo 咧就係代表佢係可以免觸式咁樣去拍卡嘅。咁呢啲免觸式咧，其實就係 NFC 咁樣啊。NFC 嘅長名係咩呢？Near Field Communication。咁係咩咧？即係短距離嘅接觸或者短距離嘅電子交流咁樣啦。咁即係話唔使碌嘅，短距離咁樣拍都拍到嘅。咁呢一啲究竟隔住個銀包，我揾部手機拍一拍你，究竟會唔會偷到呢？阿虎咧就唔敢非常肯定啊。所以我哋今集咧，不如就直接一齊上網揾一揾資料啦。可能睇一睇 AI 啦，睇一睇 AI 俾嘅相關網站咧，就同大家一探究竟啦，好冇？咁我哋條問題就係咩咧？就係問翻 AI 非觸式嘅信用卡安唔安全？究竟擺喺銀包容唔容易俾人偷資料啦？咁啊睇下佢講乜啦。咁佢講咩咧？非觸式信用卡係 contactless credit card， 佢嘅答案係非常安全喎。俾人隔空偷取資料盜用嘅風險極低，點解呢？要用 NFC 去讀取卡片部分資料係可行嘅，但係要成功盜用係非常困難。點解咁難攞到啲資料呢？因為 NFC 嘅讀取器係可以攞到部分信用卡資料，咁攞唔到啲咩？見唔見到啊？缺失係咩呢？關鍵資料缺失係 CVC。CVC 係咩呢？就係一張信用卡啦。信用卡有4大 information 嘅4大資料，第一樣咧就係信用卡號碼，第二就係你個名，即係嗰個卡嘅卡主啦，第三就係有效日期，第四就係一個叫 CVC 或者係 CVV 咁樣啦，就係一個安全碼嚟嘅。咁通常咧都會喺晒卡嘅後邊嘅。咁依家你會見到啦，呢一度係簽名部分後邊會有3個數字嘅。隨機㗎。發卡嘅時候就會俾你嘅，所以呢一個號碼係最重要，唔可以俾人知嘅，係啦，俾人知道咗嘅話，就有機會盜用咗你張卡啦。佢可能掃描你張卡嘅時候，有機會攞到你張卡嘅號碼，甚至乎攞埋你嗰個有效日期。點解要有個日期啊？有效日期，因為任何卡都有有效期㗎。咁點解要攞個日期？因為我哋上網買嘢嘅時候，其實係要入卡 number、入有效日期同埋入嗰個 CVC 嘅，係啦，名就未必使添。所以如果你知道咗呢3樣嘢，就可以盜用到你張卡噶啦。咁當然有啲更加新嘅信用卡咧，就算你有齊晒呢啲嘢啦，其實嗰個網站有機會可以保護你嘅。保護你點樣做咧？就係佢透過一啲安全嘅交易渠道啦，俾錢嗰一下。其實佢係會問一問嗰間銀行，然後銀行會做咩呢？銀行會喺你嗰個銀行 app 嗰度彈個通知出嚟，你係要批准嘅。哦喂，而家要咩？而家都要㗎。當然有一啲網站唔安全嘅話，係可以咩都冇嘅。咁所以你張信用卡依然有機會係俾人盜用嘅。咁啊睇翻嗰個網站究竟安唔安全啦？Hong Kong MA 即係香港金融管理局呢。2012年嘅時候係講啲咩啊？銀行發出嘅非觸式信用卡唔應該喺非觸式讀取界面裏面儲存或者傳送卡嘅全名。即係話如果有張卡拍落去部機度，其實拍落去部機度其實就係將張卡上邊嘅資料傳送落去㗎嘛。依家有個規矩就係話拍落去嗰下就唔可以有人嘅名，中間唔會有人名嘅。咁即係讀取唔到某啲資料嘅，可能淨係全部加密晒，然後就係有個信用卡嘅卡號碼。AI 咧亦都有講到上一集咧有網友留言嘅嘢啦，就係關於 RFID 防盜銀包
RFID 咧就係講緊咩？有冇全名啊？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之類嘅嘢嚟嘅，即係用中文係乜咧？等我 search 下先。無線射頻識別。係 reader 其實應該係。RFID 即係話原來你呢度有個晶片有嚿嘢，然後我可以用部機又係遠距離咁樣一掃就掃到嘅。呢一啲就係用叫做電子啦、無線嘅接收器咁啦、無線嘅追蹤啦。市面上咧有好多聲稱可以阻擋 NFC 信號同埋 RFID 信號嘅銀包同埋卡套。咩法拉第龍？技術上係有效嘅，可以阻止到呢啲咁嘅信號嘅，但係事實上係未必要，因為咧現實中係極少出現隔空盜卡嘅案例。AI 講咩啊？就係俾人偷嘅主要網站係釣魚嗰啲啊。即係信用卡經常俾人盜用嘅就唔係我哋擺喺銀包跟住俾你嘟一嘟就攞咗去，唔係，其實係可能係有個網站。咩叫釣魚網站啊？即係嗰啲去到一個假網站。點樣叫釣魚咧？因為佢個英文叫做 phishing 啊，佢呢個係 PH 嘅喎，但係佢呢個 phishing 嘅意思其實就係真係釣魚咯，即係話我釣你啊，調走你啲資料。唔係我整一個假嘅網站出嚟，同真嗰個網站完全一樣嘅，咁你就係條魚啦，你條水魚啊，咁我釣你翻嚟，然後你俾晒啲資料我咪食咗你咯，係啦。你就係嗰條水魚啦，咁就係叫釣魚網站啦。咁啊想做咩咧？個網站就係想你入晒啲資料，入啲信用卡資料俾我啦，入你嗰啲 OTP 啊嗰啲驗證碼俾我，咁我咪可以扮你去俾錢咯。咁嗰啲叫釣魚網站。佢係講緊現實生活咧，就唔係咁多案例係俾人隔空咁樣去攞信用卡嘅。道德嘅話，通常就係嗰啲假短信啦、假網站咁樣去攞嘅，即係可能通常都喺電腦或者手機偷翻嚟。係啦，類似啦，甚至乎我真係成個銀包搶咗你，咁我咪攞晒你所有嘢咯，就都得嘅。咁咩 OTP 啊 ？OTP 係叫做 one time password， 即係話一次性嘅密碼，用完一次就冇噶啦。即係例如60秒、1-2分鐘咁樣嘅。你入嗰啲例如短信咯嗰啲。頭先你電郵嗰個都係噶。嗰個咪 OTP 咯，任何一啲短信或者電郵裡面，又或者一啲 App 裡面嘅每60秒、每2分鐘就轉一次嗰啲咧，就叫做一次性密碼啦，一次性驗證碼。頭先我失敗咗，都係又要重新嚟過。係㗎。上集拍完咧，我係直接試下揾部手機，你依家係可以喺啲 App Store 嗰度咧裝咗一個叫做 NFC嘅 reader 嘅，即係有個 app 可以用你嘅手機嘅 NFC 去讀取一啲 NFC 卡嘅。咁我係試過拍落去我張信用卡嘅，係攞到啲奇奇怪怪嘅資料啦，我哋叫做亂碼啦。咁係咩？咁呢個亂碼係咩嚟嘅咧？你話如果你用 NFC 個 reader app 去讀嘅話咧，見到嘅亂碼唔係加密後嘅文嚟嘅，其實係16進制嘅數據嚟嘅。即係咩啊？唔識喎。16進制同埋2進制就係一啲電腦嘅數據嚟嘅。平時我哋講嘅10進制就係1、2、3、4、5、6、7、8、9、10。咁2進制係咩咧？1、0、1、0就係2進制。16進制就係去到16先至進位嘅。咁點樣表示咧？就係1、2、3、4、5、6、7、8、9，唔係10嘅喎，係 A。10就係 A，11就係 B、C、D、E。咁去到16嗰下咧就進咯。進即係點啊？就會變咗1、0，就去咗2進制啊？唔係，就會變咗16進制嘅1、0、1、1、1、2、1、3、1、4、1、5，去到19嘅時候就係1A、1B、1C，咁去到 A、B、C、D、E、F 啊嘛，去到 F 嗰一下佢就變咗20、20、23、24、25，去到29就變咗2A。呢個就係16進制啦。電腦會學嘅，如果你有讀電腦嘅話，不過好耐啦。再進。咁呢啲就係電腦睇嘅一啲數字密碼嚟嘅，即係話咧嗱 AI 就講翻，其實咧用 NFC 個 reader 去讀嘅話咧，其實係睇到個信用卡嗰個號碼嘅。
咁讀到嗰啲會唔會俾人係咪嗰啲俾人偷嗰啲資料嚟嘅咧？亦都睇到嗰個到期日，但係咧最尾後邊嗰啲嘢係睇唔到咯。你見到後邊呢一 part 啊？後邊呢 part 最關鍵嗰 part 就係講緊個到期日同埋個服務代碼，即係嗰個咩 CCV 啊？呢一度咧係 dynamic 嘅，睇唔到，讀唔到。個 app 係睇唔到寫喺後邊嗰個號碼嘅。呢個數字咧係唔存在喺個卡上邊嘅。張信用卡背面嗰3個數字唔喺個晶片嗰度嘅，即係可能喺個銀行公司度。喺個銀行公司同埋喺張實體卡真係寫咗喺後邊嘅啫，張晶片係冇嘅。咁所以如果你用個 app 去嘟嘅話，點嘟都嘟唔到，嘟唔到嗰3個數字嘅，所以就安全咯。所以話結論就係咩呢？ 黑客係可以用 app 去掃描你個銀包，可以攞到你個卡號碼同埋攞到個到期日，淨係攞到呢2樣，就冇啦。攞唔到卡後邊嗰3個數字，咁啊好重要啦。咁攞唔到，其實對我嚟講呢，我嘅理解就真係用唔到張卡啦。咁所以其實應該而家好少人就唔會走咯。所以就係頭先講咯，如果你俾人盜得嘅，多數就係你自己去咗個錯嘅網站，入咗啲資料俾人咯。所以就係因為就係嗰啲釣魚咯。係啦，即係仲有其他嘅呢啲叫中繼攻擊，咩 relay attack 咧，就係一啲真係黑客啊、網絡世界嗰啲複雜嘅嘢噶啦，咁就唔講咁多噶啦。如果去到嗰啲嘅話，我覺得啊嚇，喺茫茫人海裡面，你都突然間會喺條街度遇到個黑客，用啲好高深嘅黑客方法去盜取你嘅個人資料咧，你呢一個人應該好重要咯。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係偷得一定係好勁，偷得嘅即係如果世界上最勁嘅小偷特登去揾你偷你張信用卡嘅話，點解淨係揾你去偷你啊？係咪？你係咪美國總統咁樣啊？唔係啊嘛。即係可能最富豪嗰啲，可能你係富豪啦，但係你唔係嘅，你一個普通人其實就唔會有一個咁勁嘅人去特登偷到你咯。呢個機會率係會比較少。同埋唔會特登偷你咯。特登偷你，你一定係有啲原因啦。我覺得係。結論係咩咧？就係 AI 話俾我哋聽咧，係唔會咯。所以大家都安全嘅，可以放心嘅。咁當然你話啊，我唔係好放心喎。咁我係咪可以用埋嗰啲咩防盜嘅 RFID 嗰啲銀包啊？想用咪用咯。你覺得？即係如果你真係覺得安全，係啦。咁如果係即係如果真係覺得唔安全，咁你平時出街，你根本唔會用信用卡嘅，冇帶張卡出街咯。咁仲有冇問題啊？冇啦。咁啊，今集就差唔多啦。好。咁啊，有問題我哋留言再討論咯。好，下一集再講。拜拜。拜拜。